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香港教練文化協會嘅副會長 Anthony 鄭志強。咁呢個係我哋 YouTube 頻道嘅節目教練之心。今日好高興咧，請到阿 Thomas 同我哋分享婚前準備啦，一啲即係嘅心態啦，點樣處理一啲嘅棘手嘅問題啦，一啲可能嚴重嘅狀況嘅時候，即係我哋需要一啲嘅轉介等等咁樣。咁喺呢一集好想問下阿 Thomas， 其實係婚前準備嘅即係目標使命係乜嘢？我哋嘅目標使命咧有 positive 同 negative 方面嘅使命啦，就係乜嘢咧 ？positive 方面就係促進婚姻啦，令到婚姻更加美滿啦，令到所有嘅夫婦嘅關係會和諧啲啦，好啲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預防嘅離婚啦，就係降低嘅離婚率啦。因為而家香港社會咧個離婚率都好高啊，甚至乎有啲人咧離咗婚之後就再婚。咁我哋就唔想係見到啲咁嘅情形咯。因為我哋離咗婚之後再婚，如果都未滿嘅話，都係即係都係好過唔再未滿。咁叫做唔好之中嘅揀個比較安慰啲嘅好處咯。咁但係我哋都唔想啲夫婦離婚咯，因為我哋好相信咧，同埋去確守呢個婚姻價值就係一生一世嘅呢個婚姻價值啊嘛。咁係我哋嘅好多時嘅普世嘅價值觀啦，甚至乎係好多人都好想渴求呢樣嘢，所以出邊嘅坊間冇信教嘅人都好，佢哋結婚咧都揾一啲嘅場所，揾監誓嘅婚禮嘅律師咧，佢哋俾佢哋結婚誓詞咧，都同一般嘅政府合署嘅婚姻註冊處嘅誓詞都有啲唔同。阿 Thomas， 我哋喺度準備節目嘅時候咧，你有提過係即係教會嘅婚姻誓詞係即係比較詳細同埋係即係嚴謹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可以啊。首先就係講一講教會嘅結婚誓詞係點樣樣啦。就係我乜乜名，如今鄭重承認你乜乜名作為我的妻子，並許諾從今以後，無論環境順逆、疾病健康，我都會永遠愛慕及尊重你，終身不渝。願主垂鑒我的意願。咁好多時咧，我都會鼓勵一對準新人啦，去背熟呢個嘅婚姻誓詞，因為當時喺佢哋喺結婚喺教堂結婚嘅時候咧，你係對住對方結婚嘛，唔係對住張誓詞結婚嘛。就唔好望住誓詞讀，就唔係望住新娘或者唔係望住新郎哥，所以就鼓勵佢背熟呢個結婚誓詞，去捉住對方嘅對手，望住對方嘅眼睛去講呢一段嘅誓詞。同埋個誓詞即係嘅內容都係非常之有意思啦，無論疾病、健康、環境順逆，都係永遠愛慕及尊重你，終身不渝，願主垂鑒我的意願。係，即係點樣去咀嚼同埋感受嗰個意思係即係好重要啊！即係係啦。咁同埋前面咧都有一段嘅並許諾，就係話作出一個承諾啦。喺公開嘅場合裏邊講話係鄭重承認你，即係話係得你一個嘅，冇第二個嘅。因為婚姻咧係排他性嘅，你嘅伴侶就係唯一你嘅終身嘅伴侶，你嘅唯一一個性伴侶，係冇其他人嘅，冇第三者。我哋好強調呢樣嘢。即係神聖嘅婚姻係大家都好希望美滿啦。咁如果有即係可以掌控嘅因素，我哋希望都能夠掌控啦。如果唔能夠掌控嘅因素，即係就冇辦法。咁其實最近係即係我主動去學習好多嘅課題，係希望做一個更好嘅爸爸。咁即係即係我就做咗我太太嘅丈夫20年以上啦，咁都繼續學習之中嘅。咁其實係婚前嘅準備，其實應該係
幾時開始嘅咧？會唔會係我聽講話而家5年班已經拍拖㗎啦？如果用婚前準備呢個服務嘅呢個時間性咧，我哋通常都鼓勵準新人咧，結婚之前6個月或者再早啲就會接受呢個服務。因為點解啊？佢哋探討個議題，佢哋好可能咧嗰3節未傾完，未傾到共識嘅，有啲嘅話題要佢哋自己 further 去繼續去溝通再去傾談，咁要時間佢哋磨合咯。咁同埋咧，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喺個婚前輔導方面咧，我哋會鼓勵對方佢哋個調節生育嘅方法就唔好用人工嘅方法，例如唔好用避孕套啦，女性唔好用子宮環啦，或者唔好用食避孕丸，唔好打避孕針啦之類嘅外界介入嘅方法。我哋鼓勵佢哋用我哋教會嘅自然家庭計劃。呢個自然家庭計劃咧，就係簡單啲咁講咧，就係一個自然嘅調節生育，即係用溫度探測同埋女性個生殖器嗰個黏液嘅探測法，去 jam 到一個週期，個女性幾時係不孕期，幾時係可孕期，咁去調節個生育嘅。咁所以咧就幫助對方。咁如果唔用任何工具，咁啊可以直接接觸，係增加親密感咯。簡單啲講句，你如果錫你嘅伴侶，冇可能隔住張保鮮紙啊！呢個比喻，我哋會咁樣同對方講咯。咁同埋咧，因為透過呢一個雙方合作，做呢一個調節生育嗰個探熱咧嘅嗰個行為咧，去增加夫婦個默契同埋個親密感嘅。即係我諗喺香港呢個繁忙嘅都市，都即係呢個教會嘅建議，大家都要練習一下。係啊，咁同埋呢個自然家庭計劃，應該係成年人練習一下嚇。係冇錯，同埋呢個自然家庭計劃咧，係嗰個要摸索到嗰個女性嘅週期咧，係需要幾個月甚至乎6個月嘅時間先摸熟到佢嗰個女性個生育週期。咁所以我哋鼓勵咧，半年前或者再早啲咧，就接受呢個婚前輔導。所以頭先講咗婚前Thomas 你講嘅婚前輔導同埋一個親密關係懷孕嘅準備等等咁樣啦。咁其實喺婚前輔導嘅服務，如果用即係頭先你所講教會嘅專業服務，就係即係起碼半年、1年或者再早啲嘅時間啦。其實好似擺酒都係差唔多時間準備。咁但係對於即係年輕一輩喺拍拖、性教育或者係即係一啲青春期嘅時間，會唔會有啲乜嘢嘅可能注意，或者家長要即係認知係啦，咁以免係做出好多衝突啊，或者發生咗一啲即係可以避免嘅事啊咁樣。可唔可以同我哋簡短咁樣分享？可以咁講啦，因為而家嘅中學咧，有好多時咧啲社福機構啊，或者甚至乎如果係教會學校啊，就會有啲教會機構嘅社工啊，咁會定期會去學校做一啲嘅演講嘅，同埋分享嘅，話俾佢哋知嗰個性教育啦，咁同埋嗰個愛與生命嘅教育嘅分享嘅，會話俾啲年青人啦、中學生聽，性係一方面係咩回事啦，咁係教佢哋咧就貞潔啦，就唔好有婚前性行為啦，同埋去點樣對看待婚姻咯，係一個神聖嘅結合啦，咁同埋一個一生一世嘅行為嚟嘅，一生一世嘅嘢嚟嘅，就要一個慎重考慮啦，了解清楚對方啦，同埋性與愛嘅分別啦，等等嘅教育會同佢哋講嘅。都係一個即係除咗話婚前準備，其實係拍拖結交異性朋友之前嘅準備都係重要啊。冇錯。咁一個即係頭先我哋提過之前提過原生家庭啦，亦都提過一啲即係過去經歷啦咁樣。咁即係婚前嘅準備，如果再擺到早少少喺即係一啲青春期嘅小朋友裏面，
可能對於佢哋會一啲好嘅提醒，亦都避免咗一啲即係可以避免嘅錯誤，同埋會後悔嘅結果咁樣。冇錯冇錯。OK， 咁喺呢個節目最後嘅話，今次訪問嘅最後環節咧，阿 Thomas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用幾句説話係即係鼓勵一下即係即將結婚嘅計劃結婚嘅伴侶喺婚前準備同埋即係教練嘅精神裏面有冇啲咩嘅可以即係俾佢哋一啲嘅贈言咁樣？咁有少少同大家分享啦，咁就係話婚前嘅準備咧越早越好啦。頭先你所講到話如果係1年前接受婚前準備呢個服務咧，都係搞結婚咧都係差唔多呢個時間。呢個好嘅1年前，因為係大家雙方面嘅溝通有一個磨合，因為一方面搞結婚，另外一方面咧接受咗呢個婚前輔導嘅之後咧，咁大家會雙方會繼續咁去溝通嘛。咁同埋咧大家嗰個默契咧會好啲，因為溝通多咗。咁同埋咧有多嘅議題，甚至乎發現4大長老原來要點樣處理雙方面嗰個姻親關係咧。例如婚前嘅話，大家都可以話好溫馨啊。佢話我去你屋企食飯，你去我屋企食飯。但係結咗婚之後就唔同咯喎。咁雙方面個家長咧都有一個原本有個嘅風俗習慣啦，同埋嗰個家庭嗰個文化啦，咁點樣去影響咧？大家盡量去溝通。譬如話過節時候，邊一日我過去你嗰度，你又過去我嗰度，咁大家都要溝通得好啲咯。咁所以相信咧就即係一個經得起風浪、經得起風雨嘅婚姻咧，係之前嘅婚姻準備同埋互相嘅理解，甚至理解自己嘅原生家庭一啲經驗習慣等等都係好重要嘅。咁好多謝Thomas 你同我哋嘅觀眾嘅分享。咁如果有問題嘅時候，即係亦都歡迎係同Thomas 聯絡嘅。好，咁多謝晒你。